다들 제주 아니면 한마디로 집에 차지 요래. 今天呢，应该是 제다다들 最后一天，롱디스터 돼야做제샴的这些所以今想天多些是吧？最主要不会多做解释，因为没有太多时间啊，所以主要是口传，所以会念过去。这里大家来呀，看上光的去不能新给。但我这里面记的了呀，那洗脸也吃，普通的吃，所以七指这里引文吃的最里面呢，新鲜。其有指大家嘛，跟观，多让这个还有吃，离系有这个吃，等等光苦有个吃。这样几你们个知音的部分，就让你之前就让代表吃啊、些些，啊，几堂课呢吃也不讲过了。能嘛，就说那一后面呢点点。还有四个指引的部分，那这里就会念过去。现在三个吧，你们在这边点吧呢？老多不叫你录一个，你呃，写吧，你们给你让些人接话，接着让这讲说第八地，容易就听到都定中与对吧？厚德我们相契合，有句话哪接话兄弟写吧呢？就是分别念起十相门，啥子一直到你给学的观说察有他们到吧，无他这非我念。个经验少少到位，叫他们劝他们这个你行者于这么能此地得管用嘛？清净无你这个生法忍，叫认识或通透，逐渐真如的来让我法性写吧，中之一光的去不切分别能新给。念起，其于是呢，万法中国之实相，人的让些本的语境自无来直接往无生靠背一无相，些让他无有这边的。生灭之这本来面目。中间的现在听到如的此修持，经验能够结三个合面目，甚深空性的本来面目和旋律有尽之是的能观记得了马或了马的分别智。信息，此时没有其他任何让这念想里些呢，和分别，类如同似感的经差异舟里只有这些的。金子一样。龙树菩于是呢，萨说：“亦如水入水，或如这个苏入苏，应该先把见己往头吧，自觉智，此即名也是为应。”他的，千万主吧，呃走了大多路没心头的把了的，先弥勒菩是我萨云：的走了，智慧成事业，如火大多牛没有燃我不息，有解释，双运他即看是灭尽，连跟不可的用思议境。你西吧，你这个他才把这是种的净都散了，你就你这边都现在有些人主张安住有的的心和变动的心，两者是一或是异。今年如果回前后答是一，的都西那边在就代表动往上是和静结合在一他开起，始没有那么这个动也就有的成为了形禅修。式我这然而，有这个，他们所他指认的就上这种去你的这些三个法人油子般都懒散的没噻，心事，不可能被指认为参加者大手印的智都慧。差不多，然现在后都就是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具备大悲的天诸佛菩萨有三个吧听到吗？没有啊，天天这样的吃嘛了，谈话已吃嘛好吧，经成为喋吃嘛来喋不休吧对吧？的这种胡这边就说八道了。也没有吃的，吃嘛因此呢，第来吧吧，八地的不动、意我这志边那么的不受，没有，想要努力让给断除俺给他相和们有的想要成立有几无相样子。的两种想法的因为要了没那边的，吃这种嘛他们动摇哦，也往边仅只是都去了的，成熟于没有无一样子相上得啥都不啦，到自在，因此自然诸不懂一个相不生，前面而没有啊，一个相没给你随的写了这相随的个咋给烦恼也俺给回答？无力动摇，所以对了呢，诸这边相诸都把行皆不咋给俺能动摇。都准备虽然第开始七地也好报了。不动摇，故不受诸相动摇，但还需要依现在靠努力啥地方呢？而达成，并非自然综合成就。然而，不管此处特这这点在于了样把了不需设备，努力，而经营是自点的然的达成。点没点了，他们这接看不了的，着是我估计上次过来的，行者于实研究地性的他时会们点吧呢，安坐在100万个大千、光俺遇到了3000大千世小王这界具咋？足实相的遇大莲花见点了座上，点了点了一些，俺是嘛处个把于那有如好给的，得到一切智俺智之懂我灌顶这都写了，的阶段，俺得到这个了，转俺我遇到世之智。嘛的，哪都是把那这里的，的颂文是五门光这个清净光头啊不展光泽，学这些一直吧呢？到修灯一位，光眼那么些何个，你时已等等。那么点都给完呢？大间王八拉来不起，王八属金啊，那就那王八他们这个首先呢，日五门是本的就受到其主属缘根的金年的影响，好就觉得，形成时就手机会起这带有外个话的境之相，遇了之后，我想而这五个啊，有王八属啥？色根转变时，现在见每一根到人有光了，用点了往头吧，都能够研究趋向一点呢，切境，俺比如啥场不能源头，更因此是现前了无能俺所的写吧的境界，研究故一切吧断除了了，有你给颠倒色，点的全自在掌握趋全懂，向境界的神通。其余一天行者的这个此时的没法做。每一根又都带有一有完千一些给见两面说的，百种见面都功德，到位，而这你种转这都变写的，则从初我这地就上上开始我这发生。设备，三个一光起嘛，泽一说他把老词则王，是指这三没种给给完转变这不那不的会大呀，带有8种功然后德。那些嘛，俺不其次，那边嘛，以作那不到位，意为根而那些都生，有了，并以外境为我的经的六俺这些种事，当行者一天都体悟点不起，其为不生而产生现在转变时，给他们这种往就能这上展现出面过来哇，行者前述的一俺切报到你这边用功德，不到位，你自在掌们过去握清净佛土。理他们。行者于此地到那面对无就为漏你他们善业这个呢，所构成的清净显那那象时，边写的让这个能让把往不去淘宝，阻扰、那都干涉、连夜放的给你松面对，没更新其的，过去的妄那念都就往发生转淘宝了。变自然放你那松，边就这是才那其能往那么不现写着没时有的，空无碍掌握有对的，相本质和这不基于有了俺这相本质的一切事业俺不了吧，功德。这里就把呢，那行不了者于此就你证悟写的东西什么到的，显空没为你无二，故两点了其有往了。染目
莫那识产生转变，自在掌握一切功德之基础，即无相生会自然解脱道。最后，其内在的进取直之哀乐也是产生转变代谢，故不屈再视其易受的部分为问题，只需任其自然解脱。这个层次的转变，即是自在掌握解脱之与大慈悲共构的无助涅槃。行者于此地得到上述这些本质通达随意无量的正念，故能于一刹那请亦须于请接纳、善用、承担和掌握十方诸佛的法相、法光、法云于一位。所以能摄入如来之秘密的大法相，能激发第九地菩萨以下都难以轻松承担大悲于事业之善业甘露法语，来熄灭二障的污垢和火舌，引导行者进入无尽的法身大河等等。接着最后是无上正等觉地颂文是山观无明觉上有意，一直到修日夜不断何时意等等。其他去了去下的其他蛮呢么说的，是这这听你的，也没意思，那么这吧，天天上给他们这个人事出个学校就接他，南个同学甚至自己都来不及吧，南个其他的同学天天打火机。就像经文所说，其虚空见众生相，虚空无相不可得。佛说法法非相应，不说非有非无相等等。修日夜不断何时已？此句内含密意业指的是如所有智、法界智、法身；日指的是尽所有智及大圆、尽智等四种智和两种利他色身。不断和意指每一个佛身与佛智都是依于前祖佛身与佛智而来，恰如一切形色都依于虚空而来，但虚空则无所依，故法身也如此毫无所依。最后呢，修行此道必得妙果的部分，是颂文是善缘男女禅师子等等，一直到觉证理解自然身。这的觉受呢，意指征兆、暖相等这些可以观测的各种的指标。如果行者内在有这种极致，外在就会有极致的觉受；内在如果有圣观，外在就会有圣观的觉受。所以行者即将得到出地的无生法忍的预兆，就会浮现加行道那位的征兆与相。般若经系则将这种觉受称为呢不退转向。弥勒尊者则强调上等、中等与初阶的正量都会出现相对应的觉受。接着末指觉受为禅修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内在产生意识层面的三昧正量的时候，虽然出现身体手舞足蹈或者口中诵出咒语等等表现觉受的，这些实属自然，但这种觉受并非真正的三昧本身，因为其并非心智本身。有些人认为真正的正悟产生后就不会再有觉受，或主张即指刚发生时会有觉受，但稳定之后就不会有觉受。圣观产生后自然也不会有觉受可言。我认为呢，像你们这样以管窥天的驴子，没有觉受产生是必然的。我自己呢，则有缘拜见成就传承的合格上师，因至心的虔诚而得到些许的加持，亲自理解体会实修至尊达波嘎觉的奥义，也无谬的向人传授，并非以风导盲之人。然而现在是一个骏马与驴子共的竞赛的时代，就让驴子跑快点吧。此文是狮子佛的化身，督促金巴伽玛巴的主次，初步结晶处闭关房由至尊伽玛巴弥须多所写。祈愿回向众生，真无至尊度众切巴的果位。那这一次大概就是算口传了这个7支引文的内容，所以算是给予了这个口传吧。那因为
是，所以大概就是这样。那么就像前几堂课有提到过的，最主要的就像冈波巴大师所说，初学者最主要是要闻思，然后再进阶一点的就进入到禅修、实修。所以我们刚开始进入佛教的人，那么闻思很重要。那么虽然说噶举派是修为主，但是并不代表我们就完全不闻思这个佛法。比如说我们现在佛学院里面，也都会学习这些各种大经大论，也会这些辩论。虽然不见得过去祖师们有做这样子的学习或辩论，但是呢，过去的祖师们都传承了这些口诀，就是这些大经大论呢，都是透过口诀的方式不断的传承下来。所以我们也算是有可以说学到了这些大经大论，因为他们是传承的这种口诀的方式，将大经大论的这些精华传承下来。那过去这些祖师们也是具有这种大智慧的，所以他们能够知道整个这个真正大经大论大中的精要是什么。他们是上根器的人，所以只要一提或者说一点点，这里面的重点是什么，他们就马上能够领会哦。但有时候我们是这些，我们是下根器的人，是和他们这样子的具备，我们说上根器也好，或者他们这种大信心、虔诚心的这种祖师们是不同的。换句话说，意思是我们更要努力的去闻思，这是我想说的，就是我们更需要多努力的去学习这些经典，更加倍的去学习。因为我们无论是从这种智力上也好，就是说聪明才智上也好，从根气上也好，从这些信心上也好，当然都不可能跟过去的祖师们相比哦，所以我们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去学习。尤其呢，我们说这种文思它不是一种这种向外的学习的知识哦，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学习就知识的吸收嘛，然后或者辩论，就是不断的说，不断的说，不断的辩论，就会变得这种就是嘴上很会说，但是我觉得这个并不是真正的文思。什么叫做一种真正的文思？真正做到了文思呢？是指说你学到的文思到的内容，是你真正向内帮助你看到了自己的问题，帮助你看到说，哎，我身体上、语言上、我行为上，甚至心理上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样的烦恼需要改进。看到问题哦，这才是你文思真正的标准。也就是说，你是不是如法？所以，当你越文思的时候，真正佛法学得越好的时候，你会越极静。极静就是你越符合佛法，你的行为越调柔、越极静，越符合佛法，越如法。也在生活当中，你的一生当中，你会越说重视因果，你也会越对于
三宝，越对上师，你会越对他们有信心，还有你对众生会越有悲心。我觉得这是才是最重要的，不是你嘴上会说的，会非常会辩论，然后甚至你可以马上可以这个把别人辩倒，或者马上可以回答别人那种很深奥的辩论的问题，回答不是这样子。所以只要是我觉得一个成为了佛弟子哦，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心是不是有没有变得比以前调柔极进啊？就是以前心呢很这种强硬，烦恼很重，但现在变得很调柔，烦恼变得很轻，变得少一些，这个是重点哦。不然的话呢，其实就可以说不是真的佛教徒了。所以无论是闻思还是修，其实最终的目的都是一个，就是让我们的心变好。它只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这个，帮助我们的心，这是我们要看清楚的，这是我们要认清的，就是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向内哦，让我们的这个心得到清净哦。如果这种向内哦改进自己的这个目标没有看清楚，没有抓到的话，那就很可惜，那就不正确了，大概是这样。那么我们这一次的辩经法会上，有非常多的僧众参与。我们在德嘎寺的大殿里面呢，也都可以说挤满了僧众了。也就是非常多的佛学院哦，这次都踊跃的参与。对，代表了看到大家真的对于辩经非常的重视，都踊跃的参与。其实之前我也跟大家说过，就是冈藏噶举当中，佛学院就是从第七世噶玛巴的时候开始的。那么竹巴噶举是从云谦别噶那个时候开始，有很多佛学院兴起。所以从第七世法王噶玛巴的时候，最主要那个时候佛学院就开始。当然，在那之前是有这种叫泽汤的这种佛学的教育的这样可以说这样的机构的是有的。但总之呢，我们说这种佛学教育的这种机构在那个时候呢，就非常的就很好，就很完善了。那但是到了第十世噶玛巴的时候，这个蒙古兵呢打了进来，那不只是整个噶举吧，那整个觉囊派也都受到了破坏哦。总之呢，很多的教派呢都受到了这个摧毁破坏，但最破坏的最严重的就是噶举派。那其中尤其是冈桑噶举还有竹巴噶举哦，可以说被破坏的非常严重。那过去本来冈藏噶举有非常完善的这种佛学院的这种制度，可以说在当时就完全被摧毁了。也就是第七世法王的时候建立下来的、建立起来的那样的整个佛学院的那样的制度，就完全没了。大概后来有300年的时间当中呢，
等于就都噶举派都没有这样的佛学院，就冈仓噶举都没有所谓的佛学院。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些外援哦，障碍哦，所以我们没有机会在学习有佛学院的学习。所以所以现在我们不像当年了，我们没有这样子外在的这些障碍，那么是更是我们一个最好的机会哦，是我们可以恢复弘扬守护恢复这个噶举这些教法的一个机会。好的，大家可以喝茶哦。等一下，等一下，我先念一下这个贡茶文。나도 제자 나도 다리 뒤주디 아주 오늘 냠발라 그 유리 세배 균 냠발라 소샤기 뒤주 개체不是不是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机，就是恢复弘扬这个噶举的这样的教义哦、教法的一个时机哦。以后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真的是不知道了。我们看过去的历史也好，或者放眼未来吧，现在这个时机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遇，所以也请在座各位所有的僧众们哦，大家能够好好的珍惜，还有把握，不要浪费时间，能够好好的珍惜。我觉得未来呢，可能很难再有这样的机遇了。다 되네 신다 가려다 其他还有什么要说的呢？다 신다 다 이제 개슈아스메 데브시 다 마시 다 되네 나니 생마로 다지 이거 야르셔야 돼 이게 총마송 去年呢，没有机会讲这个下期课程，那今年会继续讲。那么接着我们会有噶举祈愿法会。那么今年我们在长久的祈请之下，这个尊贵的金刚持，上师大慈图仁波切祈请他能够来主持。那过去很多年呢，他都没有办法莅临。那今年他能够来主持，我觉得这是我们大家的福气。所以再过几天的祈愿法会呢，这个金刚持上师大慈图仁波切他会来主持哦。那么在祈愿法会之后，就会是春季的这个课程，就是春摩比丘尼的这个课程，也就是他们比丘尼辩经法会的时候的课程。那么在之前我们就有开会讨论哦，这个课程要时间呐，要怎么安排等等，就是做一些讨论，内容要讲什么等等。要讲解脱庄严宝论呢，还是要讲佛子行，还是要讲修行七要呢？等等。但是最后呢，我们做了一个决定哦，就是说，要讲这个世事法50颂。
那为什么要讲世事法50颂呢？因为在第8世跟第9世法王噶玛巴的时候，也就是在文思这个般若乘的人，就是主要佛学院的学生，当他们要学习这个密乘的时候，或者说要学这个，或者当时他们要特别要学习这个果乘哦，就是他们那时候还有特别有这样一个学习密乘果乘的这样一个佛学院，所以有般若乘的学院，还有果乘的佛学院、密乘的佛学院。那当时果乘的佛学院里面呢，他们的有些什么样的课程呢？当然现在还不是特别清楚，他们很细的到底有些什么清楚的课程，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些文献记载可以得知呢，当时他们在密乘佛学院里面的第一门课要学的就是世事法50颂。因为要学习密法，最重要的就是师徒的关系是很重要的。那之间有这个三昧耶戒，那么互相之间有什么样的戒律要持守，还有这种虔诚心、信心方面，的重要性是什么？这些都在这一部世事法50颂当中啊，都有很清楚的提到。所以这是他们的第一步要学的，然后再接下来就学习就是密乘的这个密乘戒，要学的是这个密乘戒。他们学的是第3世法王噶玛巴所写的一部论点。那未来有机会的话，再学这个密乘的这个戒吧。那这一次主要是跟各位讲的就是世事法50颂。过去呢，我讲过一次，当时不是对很多人啊，是对一小群人，每周讲一次，讲了6个月。那当时呢，算是有一些经验，所以这一次我想等于说是可以再讲一次，但是当然也不知道讲的怎么样，会讲的怎么样。总之大概是这样吧，这次的课程就到这里。那么再一次这一次参加辩经的所有的僧众们，大家都这么踊跃的参与，还有这每一组分组的这个辩经的各个小组，大家都非常的努力辩经，而且都有丰硕的这个成果，辩经的成果。然后现在早上大家也接到了这个明就仁波切给予大家颁奖。那这个颁奖奖状啊，我都也签名了。我很久没签这么多了，要签400份。我很久没签这么多张了，要签400张，所以这个签的我手都有点痛，都怪怪的。以前都常常要签名嘛，很长一段时间没一次签那么多了，所以总之呢。当然有的时候你说就印上去就好了，但我觉得那样好像不是太重视哦，感觉，所以我还是一张一张都签了名哦，所以再可以说送给各位。
所以因为各位，我觉得这一次成果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大概是这样子。所以现场好像你们有什么要说的是吗？ 안에 있어. 다 미세 다 mendet jo gwas ke na. 还 안에 需要 mendet 안에 有准备一 다 个 게 线 mendet 供， bigida. 那就简短的一个线供。上次我当去见下巴的，记住也让贵些走。给我中山大给介绍吧，他们家大给上就见我。我在些必须就些没多长日日为林。nhìn để kiếm bằng để sang cái xin đôi mi để biểu cho cái non đó xin là chế ba cho mình cố ra nam mình để hàng ni ya da ya mi nhị chế mình để sang bộ để biểu về sang cho làm la ba chế mi cho xin đi xuống để chế công ba đó 四百名追希望名那些南个年，多能着我说，老毛公公们说了说的，说多古子人了说的，吃了他心给了说，老毛当着我面把心给了。今年路面公交早晚送给不拉钢筋公布今日是基准着芒果路别忙就说的说都当下些工忙了没用说着不拉心。你对着那上去了老板当西南中储备有经验，俺妈这边没说的呀。上路也的那种就比如说咋是说老年没住宿，确实没人看清这些。所有面诊就是计划的开不了电脑设备，他妈说看见兄弟的女色的，牛犊细心在年中就是见面的明明着到给娱乐上就是叫人不行，俺给你女色上就。平均下百什么的那样，比如他有的一百研究上个点八大个云。做宗教世界的别的空的给外早晚刚结巴，大家老什么那不来个位，说到明边这不着就是些，半天了面下别的，看你们用了的印象啊，大新马六说啥这上，牛头三个啥啷个把来说，我的。다 가산디 오늘 지금 룰링 겁을 지키지 시야를 제브를 대거버데出现 룰링 그게 시야를 중마송 之前本来讨论会的时候要说话，야보를 중요해서는 예 땡권의 수보다 예약해 중마송 那让我知道这一次各位这个讨论会，各位致辞这个讲话，这个演讲的人都讲得非常好哦。那这一次我没有办法参与，但我想下一届的所有的讨论呢，我想要参与，所以要谢谢所有的这一次的演讲者，尤其这次特别邀请了贝如景妹老师前来参与这个演讲，所以我希望明年呢，我也能够一起这个参与。因为讨论的时候大家会提问嘛，我想这也会有些帮助。所以今天早上本来各位讨论我要参加的，好，最后就念诵。Dene
Jai